那么下面再讲一个宋字啊，原词啊，就这个是第9个呢，就是书持正法而发愿的，书持正法而发愿，原词祝福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普贤道，敬畏来劫常修学。你看敬畏来劫，今天敬畏来劫的是有好几个，希望记住啊，不要说这个就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信持善法方面不要这个就是定几天定什么那个。那么意思就是说，但愿呢，就是书持这个佛陀的，让获得这个解脱的、调伏自相续的这样的这个非常甚深微妙的这个佛法啊，比自己这个让书持自己让获得这个正悟啊，就是自己真正让书持这个正法，然后自己得到以后呢，就是还是要光弘啊，就一定要开显一切，就是佛教的这种真正的这个利他的理念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当中呢，一定要开显就是这种普贤道啊。你光是自己懂到了一点，就是那这样声闻乘呢，就是还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那个申满知识夫人呢，就是他发了这个3个愿呐，就是但愿这个生生世世呢，就是受持这个正法啊，就是这是第一个愿。然后第2个愿呢，就是我为这个众生呢，就是演说这个佛法不疲倦啊，就是不疲倦，这是第2个发愿。然后那个第3个发愿呢，就是护持正法啊，就是不惜生命。啊，就是护持正法，不惜生命。那么后来就是佛陀说啊，这3个发愿当中呢，就是恒河沙数的这个大愿呢，都可以包括的啊。就刚才书持正法和为这个众生呢，就是演说不疲厌，然后自己呢还要这个护持正法而不惜生命，就是这个是生灭夫人发的这个愿。我好像我在那个厦门还是在去年什么，就是在。蒙中佛事啊，就蒙中佛事里面，就是我当时我还是有一点感觉，就是讲这个护持正法。我想我们佛教徒应该护持正法功德特别大，就是应该这样。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道友就是批评，就是然后批评的时候呢，他觉得是我就是有点这个生气了，就是马上讨我欢喜。我正在看你的蒙中佛事啊，你讲护持正法挺好的。我记得好像这里面引用这个教程，也许他真的看到了，也许是他故意，就是因为就我心就是比较软嘛，就容易改变嘛，就是他马上用这个话来，就是说我正在看你的书啊。清净什么那个究竟清净普贤道，就是那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普贤行愿的道呢，就是很多人行持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心持清净啊，有这个执着啊，有自私自利的心啊，有这个就是三论执着啊等等，就是但真正到这个究竟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非常这个清净的啊，就是那么敬畏一切这个未来界当中的话呢，没有这个严肃的，就是抑制这个数字正法啊，好像道宝基金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我常这个摄前身知分记图目啊，就是我常摄前身知分记图目，为求无上道，闻法无言足。为了就是求得这个无上的正道呢，就是听法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言足，还要在那个这个。护国陀罗尼经吧，就是护国尊主陀罗尼经当中也说了，如有数次佛法门啊，就如有数次佛法门，即使能知复恩者，就是如有数次佛法门，即使能知复恩者。如果有人呢受持这个佛法的话呢，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对佛陀的一种报恩，对佛陀的一种知恩啊。所以我们经常呢，很多人就是听到说是啊，就是佛陀就是特别感恩佛陀。那如果你真的要像感恩佛陀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就是受持这个正法啊。受持正法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说是这是一种特别就是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特别殊胜的这个行为吧。也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发愿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但愿我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受持这个佛法
不仅是我自己受持佛法，我还要去这个弘扬佛法清净就是普贤道。这个我们这一句话的含义大家应该讲。而且这种发愿呢，不是我今天念个普贤行愿品，我老了以后肯定念不动吧，下一辈子不管怎么样就算了，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普贤行愿品是我们生生世世一直到佛国之前就是肯定要念诵的。不要认为有些人说我发愿在你面前念那个1个月的普贤行愿品，就是这时间太短了，就是1个月的念个普贤行愿品有什么？应该生生世世是一直念。有些是刚开始来学院的时候念普贤行愿品，现在根本不念，就是那这样也是的确不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积累资粮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互惠双运，就是不要就是天天只是讲一些空性就是然后就念一个普贤行愿品都不念就这是不合理的。然后真念的是除了念一些普贤行愿品，智慧方面一点不深入，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边闻思边修行，然后边这个发愿，就是这不需要就是单独。有些认为我现在是闻思，再过5年以后就修行，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开始真正念诵发愿。其实不需要这样的。我们什么事情我原来讲过吧，就是扎嘎善法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牦牛吃草、蕨草、吞草，就是阴草，就是这3个同时的可以的。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发愿，每天都是可以修行，每天都可以闻思我听课的时候也是在闻思修行，全部都可以记住。听一堂课呢，或者仁波切也说6度波罗蜜多全部都是记住的。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不要就是等到就是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正视这个事情我什么时候可以修我现在问法的话呢，那么我无论学，我什么时候可以真正修行呢？不知道真正修行是其实同时就是大家每天所得到的这些法义呢，就慢慢思维的话呢，这相续一定会是这个改变的。